主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裏去，並要在他那裏作我們的居所。願主同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恭讀聖若望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裏去，並要在他那裏作我們的居所。那不愛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話。你們所聽到的話，並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的父的話。我還與你們在一起的時候，給你們講論了這些事。但那護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來的聖神，他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們心裏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你們聽見我給你們說過，我去，但我還要回到你們這裏來。如果你們愛我，就該喜歡我往父那裏去，因為父比我大。現在事發生前，我就告訴了你們，為使你們在事發生時能夠相信。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你。各位請坐。我以前一路有一個習慣，就係每年5月聖母月呢，我都有一個主日，我就唔講聖經嘅道理，我講關於聖母嘅道理。咁樣就因為平時咧都少機會講，咁樣就喺呢個堂區奉聖母為主保啊，更加唔應該改變呢個習慣啦啊！所以咧咁樣就，但係跟住幾個主日都係大嘅瞻禮啊！下個主日耶穌升天、聖神降臨、聖體聖血、天主聖三，一紮大嘅瞻禮啊，就要講翻大嘅瞻禮啊嘅道理。咁就今日咧我就講關於聖母嘅道理啊！我今日同大家講就係關於聖母嘅顯現喺路德，同埋喺路德藉住聖水所出現嘅一啲奇蹟，讓大家有一個正確啲嘅概念啊！我唔會詳細同你講關於聖母顯現嘅過程。我相信你哋好多都大概知道，如果你唔知道嘅話咧，你就上網揾翻路德聖母顯現咧，就好清楚，好多網頁都有講噶啦啊，所以個過程我唔講。咁就聖母顯現，教會未證實嘅，我唔會去，我都冇興趣去。譬如南斯拉夫嘅默主哥耶，暫時我唔會去，直至到教會肯定話係真嘅，我先會去。我只係去教會肯定咗嗰啲嘅啫啊，所以我去過路德。簡單講就係1858年，聖母先後18次向一個聖女聖賓納迪、聖白熱納德顯現。每次聖母顯現嘅信息，主要係帶出信息，叫人悔改、祈禱。咁喺有一次向聖女顯現嘅時候咧，叫聖女喺嗰個地嗰度挖嗰個地，即時咧有啲水喺度流出嚟啦。咁就好乾旱嘅天氣，有啲水流出嚟。咁就聖母咧叫聖女用嗰啲水咧嚟到去洗面，代表一份潔淨。
咁就跟住從此咧不斷有水由嗰度流出，好多人咧都去嗰度去飲嗰啲聖水，慢慢咧去浸聖水。有啲人佢哋有疾病都能夠奇蹟性地被醫好。不過教會核實邊一啲係奇蹟咧，好嚴謹嘅。由1858年到而家都只係大概有100宗被教會核實為神蹟。教會有個委員會喺度去鑑定嘅，裏邊有心理醫生啦，有精神科醫生啦，有普通嘅醫生啦，咁樣就有神父啦，呢啲專業人士。要有精神科醫生同埋心理醫生咧，可能因為有一啲咧，其實佢坐輪椅話唔行得，其實行得嘅，不過心理作用佢唔行啫嘛。去到浸一浸，一趌起身就話行得，其實根本上就行得嘅，不過心理作用佢唔行，咁樣就所以當係奇蹟就唔得，所以教會咧好嚴謹咧去核實嗰啲奇蹟。不過我話被教會核實嘅有大概100個。但係我深信又唔止100個，有啲人被醫好咗，佢覺得唔需要去被教會核實噶嘛，咁樣就我自己心裏有數得啦。咁樣就其中一個咧，我深信係發生喺我身上。我由預科嗰陣時，大概我去朝聖，我去路德朝聖係1981年啊，咁樣就嗰陣時啱啱辭一份工，準備入修院，有筆錢，阿媽又唔要咁啊，攞咗去朝聖啦。咁樣就我去嗰陣時咧，其實我去朝聖之前，再打上6、7年咧，我一路咧有12指腸潰瘍嘅。12指腸潰瘍咧，都好麻煩嘅，咁樣就咁我睇醫生照過，咁啊損咗嗰個位，咁樣就我唔能夠連續2朝，通常我翻工咧，我喺我屋企樓下大排檔飲奶茶咖啡三文治，我唔能夠連續2朝飲奶茶咖啡，我只能夠1朝奶茶咖啡，跟住咧有幾朝咧飲可樂克或者鮮奶中和翻嘅。咁就如果連續2朝奶茶咖啡咧，就一定痛噶啦。我唔能夠食得太飽，我唔能夠太餓，太餓又痛，太飽又痛。我唔能夠食辣嘢，雖然嗰陣時都食，但係又唔能夠經常食。我唔能夠飲烈酒，啤酒都唔得，啤酒都會痛。我壓力情緒都會影響嗰啲分泌，嗰度都會痛。我試過幾次咧喺街咧痛到幾乎暈咁滯嘅，飆晒冷汗，撐住欄杆唞一陣間，跟住咧先至行得。未試過入醫院，不過咁就有時喺屋企咧痛嗰陣時咧，我就瞓低唞一輪，跟住先起身。食下飯，有時瞓又痛又瞓低。所以好清楚有12指腸潰瘍嘅人咧，好清楚呢個病。咁就一路都未好啦。咁就81年入修院之前咧，同堂區一班弟兄姊妹咧去朝聖，咁就其中去路德，其中一個環節梗係浸聖水啦。你問我咧，當時咧我唔想浸嘅。嗰日嘅天氣咧都好凍下嘅，我以前我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傻咁樣着短袖嘅，冬天我以前好正常嘅嚇。但係我而家着短袖唔係因為浸咗聖水，兩回事嚟嘅嚇。我要着羊毛內衣，着風褸。我比較上嗰陣時怕凍嘅，我夏天我都唔沖凍水涼嘅，我而家都係，我沖熱水涼嘅。就我去浸，即係我嗰陣時成班團友去浸，我唔想浸，我冇興趣去浸。我唔知點解，我俾嘅理由就係怕凍，但係呢個唔係真正原因嚟嘅。我知道呢個係我嘅理由，就係點解我唔浸咧？我唔知。咁總之我唔浸啦，我唔想浸啦。咁我話你哋浸啊，你哋浸，我看嘢，我負責幫佢哋看嘢。咁分開咧，男女兩邊咁浸嘅嚇。咁就
咁啊等咗一段時間啦，要排隊排好耐嘅。等咗一段時間，有個女團友浸完之後，好開心咁樣彈下彈下，笑笑口咁樣走埋嚟。我就係見到佢呢個好開心笑笑口彈下彈下嗰個面容，跟住話：你看嘢，我去浸，就咁簡單嘅啫，就咁簡單嘅咋啊！咁就我你看嘢，我浸，咁啊去浸啦。咁去浸佢分男女嘅，分男女有啲路德，有啲俾你浸嘅地方，有啲俾你飲聖水嘅地方。浸嘅同飲嘅係唔同嘅，你唔會飲翻佢浸嗰啲嘅嚇，你放心。咁就分開兩邊，分開男女。入到去嗰間房，好多間房嘅，入到其中一間房，全部脫光，剩翻內褲啊，我喺度等。跟住咧，下一個浸完上嚟，佢有塊布嬲住嘅，佢脫光晒，有塊布嬲住嘅。下一個浸完上嚟，到我脫光晒，有塊布嬲住佢下身嘅，就除咗佢塊布幫我嬲住，都唔知有冇生嘢嘅嗰個啊，咁就除咗塊布俾我嬲住。嗱，呢啲嗰啲水咧，地下水嚟噶嘛，地下水咧比較上係凍啲嘅啊。我好怕，我話我怕凍啊嘛，哇！除晒衫都已經好凍噶啦，再要嬲塊濕布嚟打上去，仲凍。跟住咧落水咧，嗰個水好似係一個大嘅池咁啦，唔係好大啊，都夠打橫夠3個人企落去啦。因為有一左一右有2個義工嘅，兩個義工咧就係俾你跌落去少少祈禱，跟住咧將你一昂後，跟住咧一起身，跟住就走噶啦，唔係俾你搵條毛巾喺度擦背啊咁樣，冇好多人排隊啊大佬。咁就所以一昂啊嗱，我怕凍噶嘛，我夏天都中意水涼噶嘛，一踩落去震，好似震緊喺度震咗好耐，震咗分幾2分鐘都未震完。佢開頭都唔敢昂我落去啊，一昂跟住我一昂掛咗咪死火啊，所以唔好昂啊。咁但係震咗成2分鐘都未震完，點啫？佢2個義工都唔理啦，就咁樣一昂。通常咧，正常嘅情況咧，你一昂你一左一右有人夾住你手臂，一昂後咧，你會潛意識地個頭咧，你會昂起噶嘛。原則上咧係浸唔到你個頭嘅，你會一昂你條頸昂起，頭昂起，咁到你膊頭，跟住咧一起翻咁就走噶嘛。我因為我冇準備佢嗰陣時昂我落去啊嘛，我又唔佢2個又可能又緊張啊嘛。因為我唔知死唔死啊嘛，一昂一浪沉咗底啊！我唔識游水嘅，我到而家我都唔識游水嘅啊！我唔識游水啊！昂到落底，唔識閉氣，跟住咧又唔識又掙扎唔到，2個手俾人鉗住啊嘛，又嗌唔到救命啊！喺水底有冇3啖水？我好清楚 ，clong 3啖。嗰啲唔知咩水嚟嘅，你前邊好多人浸過噶嘛，佢唔係話浸完一個就幫你換咗池水，第2個再浸噶，冇噶，啊，最多有少少對流嘅，好細嘅對流水啫，我估，咁就前邊都唔知幾多人浸過，都唔知幾多日冇沖涼，又唔知爛邊忽肉，又唔知爛邊度，啊，但係嗰度從來冇試過有傳染病要封場嘅，好似啊，咁啊唔使驚，咁就總之飲咗3啖，可能就靠啲3啖啊，我跟住坐翻嚟，跟住定一定神，跟住着衫就得。嗰啲水好得意㗎，唔使抹身㗎，唔使抹腳㗎，一着衫着鞋着襪爽晒㗎啦。唔知點解佢天氣可能啊，嗱浸完啊嘛，只係感覺啊都好爽好開心咁啦，都唔知咩事嘅啊。跟住咧，我去完路德，我去泰澤。泰澤係喺法國南部嘅一條村，都可以話係一個修道嘅團體啦。啊，講佢咁啊，就有啲修士喺度。我嗰陣時咧，我準備入修院啊嘛。咁啊，有幸咧，我同嗰啲修士一齊生活。有好多其他青年去嘅，有幾千青年喺嗰度嘅。但我同啲修士一齊生活。修士咧，佢哋法國團體餐前
一杯餐酒，餐後一杯咖啡，冇奶嘅，又唔識問人攞奶，又唔識問人攞糖，咁就又唔識拒絕，咁啊餐酒嚟飲啦，咖啡嚟飲啦，飲咗幾日冇事喎，唔痛喎，再飲多2日都冇事喎，都唔痛喎。我已經懷疑係咪嗰啲聖水搞掂咗我噶啦，跟住喺度住咗2個禮拜，飲咗2個禮拜，每一餐餐酒咖啡都冇事喎，咁樣我已經好相信係嗰啲聖水醫好咗我，但我都有啲懷疑嘅。跟住咧，我翻香港去翻我以為嗰啲咖啡酒靚啊嘛，我翻屋企。去翻我平時飲開咖啡奶茶個大排檔，試下 check 一 check 先，飲幾杯 check 飲咗冇事，唔痛。跟住咧到而家，後來咧我入修院，喺修院7年，每朝2杯早餐同埋上堂 tea break，每朝2杯啊。咁喺修院咧又要有啲墨西哥修士，我又陪佢食辣椒啊，咁樣就冇事。到而家升神父20幾年啊，入修院7年，升神父20幾年，成30年，我幾乎冇痛過。我就話完全冇啊，唔好話幾乎，完全冇試過十二指腸嗰度痛過。我有時問，點解我冇求被醫好，甚至我開頭我都唔想浸，我被醫好咗？點解有啲人佢死求難求，但係佢哋冇被醫好過？我問過我修院讀書嗰陣時教聖母學嗰位教授解唔到俾我聽啊！最後咧我自己解俾自己聽啊！嗱，我嘅反省就係點解有啲人死求難求冇被醫好？點解有啲人我哋呢啲開頭都唔想浸被醫好？原因就係呢一份係天主嘅白白嘅恩賜。天主白白嘅恩賜咧係無條件嘅。天主點解俾我？係因為我準備入修院，唔係因為天主話啊你咁乖仔啊，入修院啊，好啦，我醒你啲好嘢啦，我醫好你個12指腸潰瘍啊，唔係講，而係因為我要入修院，我要準備做一個神父，我願意回應天主嘅呼召，天主一定裝備好我。如果我12指腸唔好，我哋去聖堂升神父，做咗神父要開彌撒噶嘛，開一台彌撒會領聖血噶嘛，我要呢度啊有眾人睇完飲晒佢啫，有啲聖堂咧我自己要飲噶嘛，有時飲成大杯噶嘛，倒埋成大杯嘅。哇！開台彌撒你又痛，開2台你又要瞓低休息，開3台你又瓜得，咁點搞啫？係嘛？咁有時我哋神父有時食無定時，我試過9點食晏晝又有，6點食晏晝又有啊！咁樣就你12指腸潰瘍，你唔餓得噶嘛？你點餓得？你冇得餓噶啊！所以我話天主佢要裝備好我，我願意去做天主想我做嘅嘢，天主一定裝備好我，使我能夠有呢個能力去做佢俾我嘅工作。我舉多另一個例，我以前咧我漏口嘅，我好似西瓜刨咁嘅，但係我一上到讀經台咧，我就唔漏口嘅啦。你從來唔會見到陳德雄喺讀經台講道嗰陣時漏口嘅，因為我嗰陣時咧我上咗身啊，我一着件制衣咧我就唔漏口噶啦，我除翻件制衣咧我就漏翻噶啦。所以你而家有時同我傾偈咧，我都有少少漏口嘅。而家好少少，我以前好犀利嘅，一除咗制衣咧好犀利嘅，特登。而家就好少少，除咗制衣。天主要裝備好我，為佢去宣講，佢會使一個本身漏口嘅人都能夠成為唔漏口。天主要我
係為佢好好咁樣做好神父嘅工作，佢裝備好我嘅身體。天主俾我嘅恩寵唔係為我嘅，係咪大家去使用嘅？雖然我都有啲好處嘅，我都可以飲咖啡食辣嘢飲紅酒都有啲好處嘅，但係主要天主俾我嘅恩寵咧，唔係為我，係為整個教會而去使用。任何一樣恩寵，如果你話係恩寵，嗰樣嘢一定係天主俾你，為其他人、為教會、為天主去使用。如果你冇將嗰樣嘢為其他人、為天主、為教會去使用咧，你唔好話嗰樣係天主俾你嘅恩寵。不過縱使我被醫好，我第一次去路德嘅時候，我冇攞啲聖水翻嚟周圍派，我都計有好興噶。去完路德就攞我啲聖水一樽樽周圍派好似神仙水咁樣可能好多教屋企你都有樽喺度嘅可能你自己攞翻嚟嘅，好似可能人哋俾你當寶咁樣。我以前屋企咧都有一樽，我病嗰陣時飲涼茶，阿媽煲完涼茶咧又灑幾滴落去嘅，俾我飲嘅。我覺得一樣都係咁病嘅啫其實冇用嘅我唔攞嗰啲聖水翻嚟周圍派，就算我7年之後我再去過，我帶另一班人去，我都冇還神咁樣攞幾桶聖水翻嚟周圍派，我冇。我唔想導人迷信，因為並不是嗰啲所謂聖水嗰啲水有啲乜嘢神奇嘅效力，並不是嗰啲水能夠使人嘅病被醫好，而係天主喺嗰一刻願意透過嗰啲水去施展佢嘅大能，使到有啲人被醫好。呢個就係嗰個路德嘅奇蹟嘅意思。喺聖經裏邊，耶穌行嘅奇蹟有一個特別嘅意義，就係向人去指出天主嘅能力已經出現，天國已經嚟到。今日我哋唔需要去追求奇蹟，路德嘅奇蹟並不是嗰啲水有啲乜嘢神奇嘅作用，而係天主願意透過嗰個時間，藉住佢哋啲水去施展佢嘅大能，令到有啲人得到醫治，去顯示基督嘅能力、天主嘅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個經驗，都讓大家能夠有一方面喺聖母院，我都喺大家面前作呢個見證；另一方面，都讓大家對路德嘅奇蹟有一個正確嘅概念。肯定要知道，我哋相信嘅唔係聖母，我哋相信嘅係天主，係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相信耶穌基督，唔係聖母使你被醫好，一定唔係，係藉住聖母嘅轉求，藉住天主嘅能力，耶穌基督嘅能力，使我哋被醫治好。所以讓我哋都能夠繼續去相信創造我哋、救贖我哋嘅全能嘅天主，讓我哋都時時懂得仰賴聖母瑪利亞為我哋嘅轉求，讓我哋喺我哋嘅信仰上邊能夠有一個清楚正確嘅態度。請起立，我哋一齊宣示我哋嘅信德。我信唯一的天主。